北海地减弱做轻度风台，明透早可能就解除海上警报。受落来北部的雨会较短和，换中南部开始落雨。风台在前，湘北甲基隆尚无有421件，了咧山区土石放落来，屏东东流线下晡全部取消。天湖风声讲有8也未成年的囡仔，靠打成年的阿兄阿姐出去做山工趁钱请因，爸母煞拢无看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头先来看这风台北海地已经减弱做轻度的风台，要暗暝5点外已经登陆中国浙江。咱台湾可能是明仔载透早就会当解除海上警报。所落来，这北部的雨会较短和，不过是换这中南部因为透西南风，加上风台的外围环流会开始落雨。未来这礼拜，这中南部的天气拢会无介稳定。对维持温度，因看到，这到下晡5点半顶下北海地风台的中心是伫个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海面上，继续向西北西转西北来刷震动，暴风圈正慢慢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气象署讲，北海地风台结果减弱，暴风范围已经缩小，已经降做轻度风台。暗头已经登陆中国浙江，严国风台外围环流依然继续影响台湾。气象署对11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特报范围就包含了嘉义以南、台中、南投地区，以及在北部苗栗以北，包含大台北的山区。气象署讲，若照这阵路线来预测，上紧7日8月透早到早起就解除这个海上风台警报。不过气象专家提醒讲，较落雨所在对中部以北整个中南部，尤其8月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加西南风相前影响，中南部规港有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受到低压带影响，未来一礼拜中南部天气拢无稳定。10号开始，11号一直到16号左右南部地区大概是在嘉义以南这个地方相对就比较容易会有这个降雨。照气象署统计，到7到下晡5点为止，2天总计落雨量排名头一名是小油坑，有403毫米，佮再来是擎天宫357.5毫米，台北市树林的溪山里，台中和平区的雪山桥加小雪山林道，总计雨量也超过300毫米。另外，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天气是真烧真热。8月日时，台东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甚至有烧风发生的机会。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花莲县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提醒民众爱加啉水，也佮较莫去晒着。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外围环流要继续来影响台湾，湘北甲基隆尚无受421件灾情，多数是空放落来树仔倒去，有这火龟倒去的情形。也若是新北的山区受土石放落来，居然有民众违规闯入海沙堡。路面拢是土石挡掉咧，袂得过。甚至警方指报，大陆林道本线6.8公里的所在有石头落落来。伫风台经过台湾北方海面的时阵，各地一直出现灾情。这龟人港的迄龟场原本迄龟拢拆甲好好，结果大风一个吹，龟拢落落来。另外，龟人市区路边的树仔，雨风连滚拢漫起来，翻倒伫路中。这雨早未堪的大风，一个扫龟断去，水塔也倒落来，缀着下骹的车。新北市路上这事故有5台机车甲脚踏车底歹去，甲侪无人受伤。就没有死，我们从另一间店就是带水过来洗过来交通。新北灾情也袂少，大风大雨，东北角的皮头渔港流入真侪粪扫加水漏茶，更加互海水一直拍上花。海底甲路上的这拢爱清啊，用挖土机啊，用下巴来教育啊，无人工无法去。镜头中央台北遥店面的看板落落来，警消被气解记开拆掉。市长周万安下晡到来乌视察这个山壁整地，现场才是6个，因为落大雨发生土石放落来情形。因为上面的树会扰动，所以我希望上面的树可以再调整一下、修剪一下。风台外围环流为北部带来强风大雨，敢若是台北、新北、贵人灾情统计至少有421件。不过，第二南无确实人外出禁令走入去这个新北的山坡。现在违反了3号防救法，从出去再做记录，这边比较危险。拍算要去海边招待的5位民众，和海巡人员可能离开，也依法开这个通知书交由官府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的关系，金门往回本岛的飞机早起7班隆重取消，旅客只好伫咧机场候补。我昨天晚上等的到现在，过来都是后补。
都在补票啊，都在等啊。我走这条航线，每一年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是觉得越来越糟糕。台北往回金门的飞机早起7班拢总取消，轨道开始恢复正常。航空公司也有赶紧开加班机，要甲候补的乘客再转来本岛。苗栗的山区这雨也真大阵，南庄301龙路甲苗62线这土石是放落来，301的龙路是已经封起来，苗62线抢修了后暂时会通。也若是南部屏东东港往回小琉球的东流线下晡全部取消。海边的活动也因为风影新强，拢总暂停。龟山坪出来大量土石，将在抢通3港的龙路搁大条咧，30-40公尺长的路面完全消失。顶个月爆发风台期间，苗栗南庄301龙路因为顶悬的边坎崩塌，真无简单才抢通。这摆北海的风台搁互路断去，目前是封路。崩塌地那个地方就落石不断。而且之前抢修的那个部分，目前是交通中断，而且持续还是在落实。另外，苗62线车口也搁出现石头裂落，大量土石落落，影响车的通行。消防署派小山鸟清出通知，或者已经大线双向通行。不过顶悬的边坎依然有落石的风险，但运转业者也合作努力，改行替代道路进出。因为我们的62道目前6K 处有落石，所以那边是摊方无法通行。那现在退房的话，我们会引导客人走我们的替代道路。南台湾也受北海地风台影响，屏东东港来往小琉球的东流线航班，车到下晡全线停驶，不过也是国外旅客来这阵煞济无。有店是打电话取消。受到台风影响，红台跟渔港有一点让又那个海水不是很清澈。包含屏东恒春半岛、垦丁、敦煌礁、红茶海顶旅游景点出现状况，海上无好。虽然意外负担山的游客，不过为了安全，海上活动拢暂停。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火烧山消息，加拿大西部野火摇咧炭烧，BC 省灾情恶化，是超过100大当咧着火。这省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超过2万人要撤离，连高速公路也有交通管制。大火伫墙内底一直烧起来，就连山顶的厝也拢烧了了。加拿大西部的 BC 省野火透暝一直炭烧，这大火已经烧掉真侪徛家，造成民众财产性命拢有危险。BC 省政府特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有超过2万人接到撤离的命令，赶紧离开，也有民众牵马赶紧来疏散走离开。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根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爆这山脉的森林大火，上早伫初7暗时发现，火伫短几啊点钟内底就炭烧到50平方公里，火场面积因讲增加1倍，先是甲霍尼迪社区烧去，后来以真惊人的速度炭烧大约15公里，一直烧到塞别兰这所在。这所在是 BC 省主要葡萄酒的产区，也是全加拿大第2大的葡萄酒产区。The fire went from 50 hectares to 400 to 1,000 to 5,000, like within 2 or 3 hours. And what was once 15 kilometers away is now right here at the hill. BC 省宣布紧急状态了后，警方已经伫高速公路实施管制交通。也到7八为止 ，BC 省总共发生105层的野火烧起来，消防人员也继续赶紧伫拍火。根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防火中心的统计，今年加拿大已经予火烧掉400万公顷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咱国内，平湖竟然是有一群囡仔住伫咧环境真垃圾、敢若4平的房间，其中8个还未成年的囡仔是靠因打成年的阿兄阿姐出去做山工趁钱饲因，也爸母人咧，风声讲是8个月前妈妈就已经离家出走，不过爸爸也拢无咧来过。不过，这款状况煞去互平湖的县府认定讲无达到爱保护、爱紧急安置的程度，引起争议。门强要歹去，便所内底卫生纸一堆有够垃圾，内个灶骹4个拢是食过、煮过碗甲鼎，贴甲规个，也佫有臭味。平湖湖西乡这个卫生条件真歹所在，今年有8个囡仔住伫遮。真较早因来遮徛，阮都毋捌看到因人啊。湖西尖山村一条阿某就俗俗生13个囡仔，老母伫8个月前离家出走，也甲囡仔社会补助口座摕走，老爸也拢无咧睬无咧管。
拄成年的阿兄阿姊只有出去做事，来城北也细汉的小弟小妹，一寡这细汉的囡仔摕伫大约4平的价金，厝边隔壁看到是真毋甘，也北向民意代表来反映。环境是当阮甲阮志工拼清气的啦，阮船长拢带阮来拼。外界也伫问讲，爸母拢无插，互遮侪囡仔伫遮尔歹的环境内底生活，无先尽教育责任，为安怎配合县政府也用未来保护程度为理由，无来赶紧处理。先沟通，不行的话，我们将来还是有安置的计划。根据这个《儿少法》第56条，即个儿童甲青少年无受到适当的养育，也是照顾，有随就医的需求，也是讲有遭受这个身心的虐待，就可能有安置的必要。不过专家也指出，若是阿兄阿姊其他照顾者也是有能力来照顾未成年的小弟小妹，加上囡仔无随有的性命危害，基本上就袂来安置。另外，安置床位甲人力拢真有限，社福团体呼吁讲，地方政府先提供大所在读册物资者援助，以稳定囡仔生存为优先。有没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支持性的工作可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假使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他们家的状态是手足，然后在抚养或者是照顾更小的这些孩子，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实质上的协助？第三个是，假使真的有需要去做就是安置的话，那政府应该要去做准备。那个准备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更多的床位？社会团体提醒，讲伫安置顶有时听线的家庭成员是社会安全网最后一条的防线，不过无一定是上好的方法。地方的社工、卫生局应该做更加详细封查，若家长无配合，也应该请警察局来协助，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半暝啊是小说发生食酒食毒赛车案件，半暝啊2点外，五福二路是抓到一个食酒的。因若透早中华三路是有驾驶违规，拒绝警方检测，落尾是验出驾驶毋若酒测超过标准，阁有食毒。因朋友阁甲警方嚷，交交执法，3个人拢总上班。乌车登到对向车道弄到直行的白车，高雄五福二路甲仁爱之街口车到透早发生车祸，警方到场了后对上方酒测发现乌车驾驶占有10人，酒测达0.08。两男夫妻酒精浓度虽未超标，但后续仍依规定将两男带回派出所制作观测表。全案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及过失伤害罪，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占有10人则被函上。同一天透早5点外，警方经过中华三路，看到一台车位路边驶出来，无拍方向灯，对到一节路口将人砸落草地，结果涉案驾驶刑事拒检，了后测出酒测达超标，推拿定现第3级毒品开他命阳性反应。小左，你卖到你家，你先拍啥？拍啥袂伤害？伊两个朋友对警方大声骂，佫想要干焦执法，警方赶紧对2人管束，3人拢被上班。举发未打方向灯1件，未系安全带1件，酒驾1件，毒驾1件，合计最高罚款为新台币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询后依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面有一个棉花。你把它含进嘴巴里面啊！为维护交通安全，佮防止毒品危害，各地警方强力执法。今日台北市大安分局6月到即马已经查到116件食毒赛车，为汽车到电动脚踏车拢有显示扩大各种的交通工具。因为这几年食毒赛车已经造成真侪死伤事故，警方强调会对毒品犯罪甲交通事故一点加强稽查，希望能有效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休热期间，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甲自家树农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用本土经典的红仔菜主角自家树农做主题，伫咧市警局举办亲子电影院、展览甲活动体验，加强这囡仔甲家长伫咧网络安全、防诈骗、反毒品，也佫有交通安全的观念。防止诈骗的美交通安全的观念，佫有警方识别的体验展览。嘉义市警察局配合着红仔菜自家树农内底角色，举办安全教育活动，由自家树农甲现在警察合作，对抗网络魔鬼党，让家长甲囡仔透过自家树农正义影响，学习正确的法治观念。那诸葛市长的形象也是主张公平正义、勇敢冒险，所以我觉得跟警察的工作形象，跟警察在社会上希望能够给小朋友认识的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嘉义市警察局表示，诈骗、毒品、还有网络对囡仔甲青少年造成的影响，需要社会甲父母的重视。市警局邀请朱家树农文化艺术基金会，要透过电影放送、展览活动，后面将会当用好耍、佮多元的方式，增加对社会安全教育的认办。有寓教于乐，而且说真的，那电影毫不冷门，就是非常的。就是刺激，然后情节又很紧凑，对他们来讲就是目不转睛的一直看着。提供这样一个活动，电影的观赏以及闯关的活动，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寓教于乐之中成长。朱家树农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为了丰富警方伫离校保护甲法制预防的宣导教材，伊马上家己市警察局一套朱家树农的动画电影，希望借着朱家树农这个本土文化的角色，互警情的宣导会当更较多元、更较瓦及民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凤山溪最近水面浮油有白泡，里长是认为讲是恶心的业者趁风台来偷排废水，利用这水较串流尾来暗砍。环保局昨去查，确实查到3间食品业者偷漏废水，已经开罚单。水面一层油范围未细，高雄凤山溪挖破坏桥甲遮样桥一带最近水质无好，河川巡守队巡逻时阵，毋但发现水面有明显的油，甚至还佫无正常白色水泡。最近半个月以来，陆续都有台风要进来嘛。很多业者都想说应该会下雨，所以就会趁这个机会就把废水偷排到凤山溪。他们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就想说下雨天偷排看不出来啊。稽查人员为水沟内底采样检测水质，环保局设备派人到研化检查，分别查到一间红地工厂设备处理效能无好，排出垃圾水，也有小肉店加肉品工厂虽然有油水分离设施，不过因为效能无好，排出垃圾水，拢开发过限期改善。茶或叉烧肉贩卖店及肉品工厂虽设有油水分离槽，但未妥善清理，致排放黄浊废水，将依违反废清法27条以及水务法第30条规定告发，并限期改善。虽然透早落过雨，凤山溪水面吹到下晡依然浮油，研化未少工厂店头常常传出业者偷排垃圾水，和河川巡守队真无奈。环保局除了继续强调稽查，也呼吁研化业者守法，唔通为着私利污染水源。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为着解决饲蚵仔产业造成的微塑胶污染，今年10月开始全面禁止用玻璃拢做的浦东。不过，市府推广的新浦东煞是伤重佮筋骨，里面啊一个无细腻，就有可能去互伊倒弹弄着伤。环保甲讨海人的安全是要安怎兼顾？稍等的7点半，台湾技术坡，带大家做伙来看。看，整个这都屑啊，这是发塑胶屑，然后这里就更小的微粒了，到这里就有更小的，有没有？你看，从大颗粒到小颗粒到粉末，这边全部都有了。过去用铺饼啊饲蚵仔的蚵笼，拢用玻璃笼铺久，因为轻佮俗是蚵笼的好帮手。但是风台一过，海岸边刷落5月雪，规片拢是玻璃笼的油啊。台南市政府宣布，2026年10月开始，要全面禁止饲蚵仔使用玻璃笼铺久。HDPE 调水工认为是目前上好的解方。我们有添加一些配方，包括抗 UV 啦、氧化剂哦，这个物件会当互伊伫海面上会当放10几冬、1-20冬，保固1-20冬啊。所以如果长期你若安尼啦看起来，这个塑胶应该是会见到会比你用伫玻璃笼的成本更较俗，而且佫袂去造成所有的环境的污染。这蚵笼对现在这个铺久无满意的所在，除了伊的价数较贵，张力无玻璃笼遐好以外，阁有蚵笼反映 HDPE 材质用久的变形，也有表面伤骨，真蚵踢起哩排仔顶再出海顶问题。更较严重的，阁有安全的问题。你要甲送落去迄个竹仔下底面就对啦哦，你若送了无好，因为迄种筋骨的物件嘛。你这样是伊摩擦力无够啊，啊，阮刮手落啊就对啦哦，伊会脱离，啊脱离啊倒弹就对啦哦，伊塑胶是冰的啊，咱是麻做的啊，啊伊这若去大着变仔骨，还是大着头就对啦哦，有人是因为安尼去大着变仔骨就对啦，受伤啊。
台南海边仔的5月节，互大家意识到传统产业也爱考虑环保问题。虽讲10月开始，台南就要用自治条例禁止玻璃拢，但是却找无真正互鹅农满意的新材质。记者郭不君、林坤明台南报道。极端的高温，若互咱人热甲挡袂牢，也会互金瓜蜂面临生存的危机。原本讲因这身躯顶是有用来挡寒诱毛，毋过当着高温煞颠倒变做负担。若是4点钟食无米，就可能会虚弱甲肥袂叮当。你看到金瓜蜂是一般蜜蜂的亲情，所比蜜蜂佫较惊热。And what we're seeing are these really extreme temperatures being maintained for much longer and occurring more frequently. And they're not adapted to that because that's not a historical weather pattern that they have lived with. 今年英国甲欧洲一直创冠军纪录，这互有毛的金瓜蜂真艰难。And they're covered with hairs because they've really evolved to deal with colder temperatures. So if you look at where bumblebees came from, they came from the sort of Tibetan Plateau, Himalayas area. If you look at where they exist today, they're most abundant in temperate, Arctic, and alpine regions. 为降温，金瓜蜂爱米正重大日头，会失散热，食物件时间甲体力也对你流失。若4到6点钟无物件食，都可能要昏去、肥袂叮当，甚至特别死亡。这时阵人用到3工。You can get a teaspoon and put a little bit of sugar syrup, so just some sugar that you'd use on breakfast cereal, and a bit of water to dissolve it. And then hold that in front of the bee, and if it sticks its proboscis out and drinks from it, that will give it the energy to carry on with what it was doing before. 金瓜蜂啉糖水了后，短短几分钟内就用豆豆恢复活动。专家提醒，敢若用饲糖水免饲蜂蜜，因为蜂蜜可能带有其他抗菌的病毒。一般蜜蜂虽然较耐热，毋过苦寒会互火甲水减少，共款拢欠食米。饲蜂的人呼吁民众毋免将花园整理甲真清气，保留一切底下自然生长的所在，等为蜜蜂留食米甲生态的所在。公司新闻林义祖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27度到36度，外岛地区27度到34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